來看新竹高工板金科因辦比賽，就已經出業的校友，也有佇咧學校的學生做伙來拼關係。因為畫設計圖到實際製作，互相交流嘛，傳承功夫。希望互遮的學校的學生囡仔會當培養自信，甲基礎打好在，嘛思考因未來發展的方向。中笑真足娘設計圖，因為寸笑差一絲絲啊，攏袂使。佮利用車床設出需要模具，拍電鋸加工做出模啊。新竹高工板金科佇校內邀請已經畢業的校友，轉來學校甲學生舉辦一場 PK 比賽。校友內底嘛有過去捌代表學校提過國際比賽金牌選手，大家互相交流，也讓學生更加了解板金這行業的未來方向。看到很多的學長姐在各個方面，在板金職群的職群裡面得名，我覺得就是他們非常厲害，然後會讓我也想要在這個職群裡面發光發熱，堅持自己的毅力，然後也能就是訓練那種刻苦耐勞精神。是要鼓勵學生重視專業的一個技能，那提高本科學生的一個學習興趣，那增進他們的技能水準，也增進我們板金各科友之間的情感交流。校長指出，活動除了傳承的意義，主要嘛是希望透過交流，讓學生實際了解目前板金這行業的變化，讓學生對未來出社會發展先有一塊思考，得到更扎實的基礎，而且建立對自己的信心。好，那第二個呢，是要讓他們能夠看到世界變化的趨勢，讓他們在技能、在學習方向上面呢，有更好的一個發展。學生透過比賽，唔但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術，也累積經驗，培養自信，打好基礎，對自己未來敢要行這道，也當有想法、有規劃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